歡迎收睇儲肌快訊。腰酸背痛睇極都唔好，可能你由始至終都醫錯地方，問題根本唔喺你條肌肉度。仲有，如果屋企有老人家，今日講嘅呢一則醫學彩蛋新聞，可能隨時救佢哋一命。港大最新研發咗一款避噴劑，竟然可以喺中風黃金時間之內救翻80%嘅腦細胞。今日用8分鐘精華帶你睇兩項最新嘅醫學突破，幫你保命兼斷尾。首先第一時間，我哋深入拆解今日嘅主軸。好多人一到中年或者屋企嘅長者，成日都話呢度痛嗰度痛，針灸、推拿、睇物理治療、拍埋骨，好似好咗一兩日，轉頭又痛過。話你知，最新研究發現，長期痛症唔單止係肌肉結構問題，好可能係你個腦正在被你嘅情緒挾持緊。今日同你拆解點樣醫身先要醫心，痛症先有機會真正斷尾。2025年，美國醫學會頂級期刊 JAMA Network Open 發表咗一個超大規模研究，涵蓋全球50個國家，超過34萬名慢性痛症患者。結果發現有大約40%嘅慢性痛症病人，同時伴隨住顯著嘅抑鬱或者焦慮症狀。如果係纖維肌痛症嘅患者，比例仲高達50%半。點解會咁？劍橋大學喺2026年進一步拆解咗當中嘅機制。呢個科學概念叫做心理神經免疫學 PNI。簡單講，當你個人長期處於緊張、憤怒、擔心或者好大壓力嘅狀態，你嘅大腦就會誤以為身體有危險，從而瘋狂分泌壓力荷爾蒙，即係皮質醇同腎上腺素。呢些荷爾蒙會喺身體引發4個恐怖嘅惡性循環。第一，自主神經緊繃，令肌肉更萎縮、更繃緊，痛症加劇。第二，免疫系統變差，身體周圍發炎，傷口好得慢。第三，影響睡眠質素，褪黑激素失調，第二日更加攰、更痛。第四，腸胃混亂，營養吸收變差，肌肉無力，整體變得虛弱。聽到呢度，係咪覺得醫學研究都可以好貼地？如果你係第一次嚟到儲肌快訊，記得一定要撳個訂閱同埋個小鈴鐺。我哋每星期專門幫你篩選最新嘅健康預防醫學資訊。我哋目標喺6月份前衝到2000訂閱。你嘅一個撳掣就係支持我哋繼續做落去嘅最大動力。多謝大家。話說回來，既然知道個機制，我哋點樣處理痛症？臨床上有4個核心方法。第一，覺察情緒，痛嘅時候停一停，留意自己當下係咪好驚、好煩或者好大壓力。第二，放鬆訓練，用深呼吸或者冥想去降低體內嘅壓力荷爾蒙。第三，一定要做儲肌運動，唔好因為痛就一味死鬥。適量嘅阻力訓練可以幫你取肌，肌肉量提升，除咗可以保護關節、分擔衝擊力，仲可以刺激大腦分泌安多酚，直接打破痛症同壓力嘅惡性循環。第四，尋求協助，如果情緒已經嚴重影響日常生活，一定要專業人士幫手。當你開始處理情緒，你會發現身體有啲微妙變化，肌肉冇咁繃緊，呼吸深咗，連痛嘅尖銳感都會減弱，因為你個身體開始重新學習，原來呢個痛嘅感覺並唔係威脅。不過我都要嚴肅提醒，呢個研究唔係叫你心靈雞湯，諗下就唔使睇醫生。結構性問題，例如椎間盤突出、韌帶撕裂，一定要醫生醫治。情緒處理係最強嘅輔助，而唔係替代品。講完醫心，跟住呢一條新聞，真係香港之光，亦係老人家嘅保命符。中風發病非常之急，全球有超過80%半嘅缺血性中風患者，就係因為錯過咗黃金救治時間，導致嚴重殘疾甚至死亡。點解中風咁難搞？因為大腦有一道血腦屏障，平時啲藥好難入到去。不過港大醫學院同 Inohake 先進生物醫學儀器中心嘅團隊，用咗超過10年時間，研發出全球首創嘅納米乾粉避噴劑。佢哋將神經保護劑塞入納米粒子，做成乾粉，只要幫病人喺鼻腔噴一噴，粉末接觸到鼻黏液之後，就會行鼻腦通路，直達大腦。臨床前嘅動物實驗證實，喺中風發生30分鐘內使用，可以顯著減少超過80%嘅腦梗死體積，救翻80%腦細胞。研究員邵子同博士講得好啱，中風後最關鍵係時間，哪怕幫大腦守護多10分鐘，可能就決定咗個長者日後仲行唔行到路，講唔講得翻嘢。呢項發明仲榮獲咗第51屆日內瓦國際發明展嘅特別大獎。
佢哋嘅目標係將呢款噴劑普及到社區藥房，變成好似平安丹咁嘅常規急救用品。醫療科技雖然係最後嘅急救手段，但日常嘅養生運動先係確保生活質素嘅基礎。中風最大嘅風險因素係高血壓、糖尿病同缺乏運動。透過儲肌訓練，除咗可以改善血管彈性、穩定血糖血壓，仲可以減少身體嘅發炎因子。防中風由今日儲肌開始。總結今日兩大重點：痛症要醫身又醫心，而預防中風同跌倒就要由日常做起。正所謂儲肌如儲金，防跌夠安心。如果你身邊有家人長期受痛症困擾，或者有長者，記得轉發呢條片俾佢哋。睇完請幫手 CLSS 喺留言話，我知你邊度經常痛。Like、讚好、share、分享出去，同埋 subscribe 訂閱我哋頻道。我哋目標喺6月前衝過2000訂閱，爭你呢一撳啦！下一集儲肌快訊，我哋再見，拜拜。